欢迎收听阿德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从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好，来，咱开始录音咯。好，来咯！大家好，阿德。哎，落雪咯，落雪咯！恁有去太平山看无？太平山敢有落雪？有哦，今日拄则看新闻，安尼大家算甲足欢喜的哦。啊，你有就，毋是人伫咧办什么色场伫画有无咧？你一有我就随便引去啊。哦，安尼有落雪，我今日未看新闻啊，我毋知影今日落雪啊。无啊，佫有一个拄则个台大的学生硕士啦，硕士啦，硕士啊，烫目体啊，烫目体怎啊？无啊，表演啊，落雪啊，用啊。去倒？太平山就是太平山顶是哩。因为咱录音的今日拄好听讲是寒流上寒的时间目前即阵啊以来上寒寒流来上热上寒的一边啦。毋过讲实在，我今日早时啊出门，我感觉还佫有法度接受呢。我是无感觉讲寒甲足寒。那咱人啦有伫叮当就袂感觉寒啦。无啦，可能我热体啦。啊，是。有的人讲啊，有的人较冷底对无？较袂着就骹冷手冷。有的人就较热体，惊热毋惊寒。像我热天我就讲够热，但是寒天我一般拢感觉会使安尼舒适啊。有的人讲已经足冷个，想讲即个天气凉凉啊，真舒适。好安尼吼，差不多19度、15度以上，我已经拢讲舒适。有的人19度就虽然穿个大领袖啊，体感无共款。嘿，大家好，还未介绍，我是说吼。上次吼来，咱今日因为录音的时间就长寒啦，所以就有较嗨哦，安尼所以一开场就想讲较老热一寡吼。只是毋知讲大家听的时阵佫较寒无？听讲即届寒流来嘛是应该有一礼拜啊，是毋是？我要一礼拜款吼。那今日拄好长寒啊，是。听讲我早时也有甲即个手机拍开，伊讲即个外口差不多8度。我想讲。8度人有当你若穿衫伫外口行，无一定感觉会着。毋过你确实感受着讲空气当中迄个湿甲冷吼，伊确实是会走入身体内底迄个感觉。是安尼啦，咱若有伫叮当吼，都袂寒啦。啊，今日就阮一个社团老师去佚佗啦吼，我就去甲带去，去甲带去安尼吼。安尼今日我就讲来，咱先起来跑一跑，动一动，安尼吼，就较袂寒，再继续后壁的工课。那大家要即落天要去叮当，小可先甲身体动动的，身躯动动的吼，较烧好一寡，再来真正做一寡爱较自然的代志吼，较袂讲真正人去无细日去闹着去创啥安尼，会较舒适一寡。是讲着寒流，讲着寒吼，除了讲咱规分属咱的身体身躯会感觉寒以外吼。心内有当时也嘛会感觉寒，尤其选举了。个人唱歌拢讲心寒啊，无讲心寒。咱袂讲心寒吼，大家知影？开始叫做心寒啦，切心就是心寒啦，心寒啦吼。主要就是咱选举了一定是安尼嘛，任何一边选举拢共款，有的人欢喜，有的人无欢喜。我毋知影咱的听友，我相信咱听友大概啊。平均来讲的是一种小可安心又个无介欢喜的一个情形，这是我的药啦吼。毋过总共一句就是目前选举嘛结束啊，那大家嘛真激动的时阵，或者真拍拼的时阵，总是嘛爱互家己休困一下啦。对，咱来过来，咱家己平常的生活，咱家己生活也是爱过你平常是爱做，无受影响，政治影响，咱嘛是共款。
爱过咱的日子哦。当然呢，你若是伫咧政治啊，是伫咧社会方面有真侪一直想要推动，包含讲像咱家己推涉到即个台湾在地文化啦，或者是台语啦，即件代志，咱共款吼，即照起工来该做，但是爱做，吼，袂讲，袂讲满意或者无满意的哦，通啊迄困也是袂紧做啊，其实甲这无关系，咱该做，该做都是爱做嘛，吼，所以咱共款啊，只是讲即边选了有一个真趣味的即个现象吼，我特别想要甲大家来分享一个吼，因为有诶朋友可能讲毋知影。其实应该是几个月前啦，吼，其实毋是当都已经一段时间啦。即个 Meta 也就是 Facebook 诶母公司，嘿，叫做 Meta，即个伊母公司咧总公司就对啦。吼，伊有搁推出一个新诶社群平台，叫做 Threads， 吼，拄开始是英语诶名啦 ，Threads， 吼。那即个 Threads 拄开始，大家真侪人拢去甲注文，吼，讲互一个即个口罩安尼去注文一个口罩。问题是吼，大家拄开始头啊兴啦，尾啊冷吼，就毋知顶外要创啥，吼，就冷去啊，吼，大家有口罩，但是无人伫使用。选后了咧，即个真侪政治人物吼，开始去顶悬，可能想讲希望甲即个少年人有搁较侪直接，会使互少年人了解阮伫创啥。政治人物其实这最重要诶吼，所以因开始会顶悬写家己诶物件。即个平台主要是以文字为主，伊嘛会使放图，嘛会使有录音，毋过伊主要就是文字为主。你会使写2行啊，吼，写几句啊话，甚至写几个字嘛无要紧。伊主打就是讲你短啊就好啊，吼，你要写伤长，我袂互你写哦。就知影当少年人较兴看拢2句3句，简单看过就看有啊，迄款上好。所以咧，所有真侪即个政治人物拢走入来，包含目前的即个准总统，准总统就是讲。未是总统，毋过一定会是伊总统，一定是啊啦，伊个即个未就任就对啦，未就任即个赖清德啦，吼，小米ခေ副总统，吼，还有即个目前的总统蔡英文总统啦，吼，其他的政党嘛有，拢走入来甲遮，伫内底讲废话，正经是讲废话哦，讲笑啦咧就对啦。即个讲废话，大家感觉真亲切，吼，较袂讲，大家永远看起来拢是讲安尼，离咱足远安尼吼，所以水穿起来，规个对一个。台湾人拢伫内底开讲甲变去，各种各样诶人安尼规个内底就好耍。当然，大家嘛开始讨论讲，Threads 诶台语要安怎好？吼，因为像即个伊有即个华语诶号名，那其实讲实在，伊官方正式号名叫做串呐，吼，就是比如讲，伊写一篇文吼，嘛毋是讲文啊，就是写2句话啊，你发一篇叫做串文，串就是串烧的串一关2关迄个串。但是台湾这边吼，无啥改即个发音的款啊，讲读起来敢若无迄个感觉，因拢较叫做脆。脆就是咱讲足干脆规气咧干脆迄个脆吼。那当然，那大家就开始讨论讲，安尼咱台语要安怎讲咧？台语若想要较好一个名，咱希望讲万事万项台语拢会使讲拢会通啦。我总袂讲永远还阁用你的脆嘛。好，安尼要好啥？其实大家都提出一寡伊的想法，比如讲我有看到讲即个吹。找物件的找，刚刚你讲交朋友找朋友嘛，找东西的找，都找，吼，毋过找当然有淡薄仔小可有较无彩的所在，其实是讲第一，这毋是一个名词啦，吼，伊主要是一个动词。第二是伊有腔口差，比如讲，即个台北若较城内腔讲车，像你讲车，过来你若是即个鹿港腔，吼，伊讲车，晓像安尼录3个，你拢无共款啊。嘿，我就当然我受到即个启发启示，我想确实会使想一个台语的名即个问题既然出现咱就会知影讲我若要甲号名，我应该爱闪过即个问题，吼，尽量找迄腔口的问题啦，爱互所有腔口读起来拢共款的音，其实像即个日本伫互即个名，因的品牌名，比如 Sony， 听讲啦，我是听人安尼讲 ，Sony， 对，当初是伊就是考虑讲，即个名 SONY 这4个字倒做伙，伫咧世界各国读出来，拢爱读作 Sony， 伊有考虑即个问题。咱伫后面共款嘛，后来咧，我想到一个，我讲我家己感觉袂歹，真有自信安尼，嘛真侪人甲我学了讲，介意即个字吼，我甲合作随。
丢水的水。哦，水。嘿，第一是甲英语的 thread 一水两水，迄个水。因为咱若发一篇文吼，咱这叫做出水，吼，伫我要出水啊吼。啊，咱成功番麦嘛是讲一水啊。嘿，无错吼，番麦嘛是共款。啊，而且咱以丢啊是麦啊来讲啦，麦啊水甲丢啊水共款。比如讲我当出水了，大家若看到我抛一个物件，我发一个物件，大家来留话，吼，伊有表示伊的意见，啊，其他人佫表示意见，我佫甲印，啊，是毋愈来愈长，愈来愈长，啊，伊就结水啊，嘿，啊，就啊，因为一水嘛有一拍的感觉，哦，遮一拍遐一拍呢，嘛甲一罐呢啦，伊才敢成一罐肉粽安尼。这其实就是你强调讲，我发一个文，我出一个水，毋是干那我甲你讲准拄煞，是爱有即个互动。你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我一句吼，大家做伙来讲，就做伙甲结一水安尼。啊，即个主题一水，迄个主题一水，所以讲诶。即个感觉就袂歹，啊若真侪人甲你印，是毋就结长水，或者长水。啊若无啥人印，迄就做短水，吼，结短啊尔，营养不良。丢啊，若把水。啊若你的内容真好，咱就讲，哎，这确实有把水。啊，你若无啥内容就空水嘛，你拢纯空尔。空的啦，迄种内底无物件，无入章安尼。啊，你若是像即个有人伫黑白甲你印吼，规楼拢走精，规水拢走精去啊，水煞漚去啊。哦，这边吊水，这个吊水，吼，所以我讲，我家己伫想我嘛有查一寡词典，讲即个词就袂歹，本身是名词，后壁你佫会使增加，比如我写物件就变出水迄个感觉，吼，你著我个人真介意啦，这嘛互大家做参考。啊，你若咱的听友你还袂用 Threads， 吼，即个水，吼，即个平台会使去找看卖，吼，就 THREADS， 其实你凊彩找就有啦。啊，你若真正要用华语找嘛，会使你拍即个喙，吼，清脆的脆，真紧就会使找着啊，吼，这大家拢真介意，但最近真好耍啦，吼，真老的顶管就老一个，你会使看真侪趣味的物件安尼吼，啊，嘛真侪废话，啊，大家就是要去看迄个废话，啊，就是拢哪里嘛，迄个交流讲哦，政治人物伊要讨论代志，也是要甲你交流是无一定，大概拢讲甲落长。咱即马有些就是讲做啊聊八卦，嘿嘛有啦，内底真侪趣味的物件，或者嘛甲大家分享啦。啊，咱当然今仔日一直来讲即个寒，就是寒天啦、寒流的代志吼。咱讲到寒流，咱讲当然咱的主题，我要讲主题，但咱因端都有讲嘛，咱录音今日正拄好吼，真正是拄好。我伫写稿时啊，无想到即件代志。哦，超冷。正拄好是听讲即边寒流，今日是上寒的日子吼。啊，到落足侪所在吼，拢有山顶连乌来嘛，我人讲乌来啦，乌来嘛有落雪，哟，乌来无悬呢。是，拄则阮学里上看讲，乌来嘛落雪。哦，安尼应该真水哦。乌来嘛落雪无简单吼，但当然是寒啦吼。所以咧，现主时咱若讲即个遮寒的天气，就要创啥？是毋是就想要食一个烧的吼？那大家毋知有兴食啥无？吼，即落天啦，吼，上定看的，比如讲姜母鸭啦，啊，这基本款啦，即个羊肉炉啦，吼，啊，像即款物件，对，姜母鸭，爱甲大家特别提醒一下，为什么？姜母鸭是姜母甲鸭，是，毋是姜。甲母啊，你毋通当做迄只鸭一定爱是母的哦。无，迄就是姜南鸭。嘿，来，互大家分清楚啦。啊，内底调味就看个人的本事咯。是，无共款的店拢无共款咯。因为主要是安尼啦，华语讲即个姜母鸭的时阵，伊较分袂清。但是你若用台语来讲，其实有分咯。你看，因为台语母即字吼，咱拢是囥去较后壁。你若要讲，比如讲华语讲母鸭，吼，就是母的鸭，对无？但是咱台语安怎讲？鸭母啊，鸭母对无吼？啊，母鸡就是鸡母，是，咱毋是讲母鸡，还是母鸭，毋是安尼讲吼。咱的形容，即个性别的形容，囥伫咧名词的后壁，吼，无啥共款。吼，所以咱当然姜母爱小可注意者，就是讲姜母咱嘛是共款形容囥后壁，只讲即个母毋是公母的母迄个意思啦，吼。但是姜母普通是用老姜，是因为母即个字伊嘛有源头的意思，吼，所以姜母就是讲伊就是姜的源头，即个款老姜、青姜伊会使生佫较侪紫姜出来，吼。啊，当然即款的老姜吼，一般嘛会评即个紫姜较咸，紫就是很嫩的，吼，所以紫姜就是嫩姜啦，吼。对啊，紫姜人会去生，啊，有足爱食迄紫姜。嘿，啊，有一句俗语讲，即个摕姜母七目钱。知影什么意思无？毋知咧。
意思讲你目屎流袂出来，比如讲你演戏有目屎流袂出来，对啦，摕即个姜母即个方式来刺激一下，刺激你的目屎流出来。这意思是讲，甲6月挂彩鸡有心差不多啦。华语讲猫哭耗子假慈悲，因为你著咱若演，尤其是演戏，演甲迄落悲伤的用水啦，用舔的啦，用啥呢？尖甲你拄家己咧，就是哭袂出来，无迄个感情拢做假嘛。对，这个摕姜母切目镜，大概算是那学咱家己目屎流，是无法度挡袂掉流的啦。这是有透过这个刺激的方式，毋是真正你的心情，小可无共款，毋是讲你无迄个心啦，是无心啦。这是真趣味。若讲到寒天食烧吼，老实讲啦，姜母鸭甲羊肉炉来比，我较介意羊肉炉。为什么呢？肉济。反正我就较兴食肉，我较介意羊肉炉。对，有影啦，姜母鸭来讲，迄种骨较济。系啊，姜母鸭就算讲你去外口食，甲你讲食较饱吼，迄鸭嘛是拢一个鸭骨啦，咯无啥肉，拢爱另外点啦。但羊肉炉食较饱会真济。但是姜母鸭是食气味啦，咱讲坦白。迄食一个起毛鸡啊，配酒啦，配啥？我个人无介意爱啉酒，我就无法度，较无兴。有食过啦，种毋知你食啥呢？食了对嘴不到腰咧。对啦，啦羊肉吼，因为变个推变个混的呢，较有迄个肉啦。是，这咱外口可能有工程车经过声，大概我毋知收着无咯吼，若收着就准拄煞目紧啦吼。那咱继续讲落吼，即个因为羊肉炉的代志吼，我就决定讲今日咱即个兴安地水经的主题，咱就来讲羊肉炉。是哦，是安那兴案、刑事案件、社会案件，会甲羊肉炉有关系咧。较早有一个足古锥的故事，是有人食羊肉炉去烫着伊遐。这查甫囡仔吼，伊甲即个故事吼去带伊了，是迄个过程吼，写一篇，写成即个网络文章足笑的，但是这是足好笑啦，大家笑甲变去，后壁佫出册。毋过咱要讲的毋是即款故事，咱要讲的小可较恐怖一寡，因为咧这是人味的羊肉炉。哎呦，什么是人味羊肉炉？安尼惊呢？所以咱即集特别提醒咱的听友，你身躯边若有即个18岁以下嘅，18岁不紧啦吼，大概细汉囡仔12岁以下，听有各种我是无建议互听吼，我遮嘛特别标注讲这是无适合囡仔，因为这是社会事件吼。好，咱先来讲吼，讲即个羊肉炉内底到底是人肉还是羊肉？若要讲起即个故事咧，咱就爱先甲时间倒退。来到25年前，1999年的8月，1999年的8月24號下晡2點，基隆市警察局第4分局外口，一個查某人雄雄公公走入來，伊講我要報案，而且是殺人佮分屍的案件。警察一聽當然真注重這重大刑案。毋過咧，伊講話是安尼反起反倒，警察是聽甲無清無楚。詳細閣較看，即個查某人的喙齒已經剩無幾齒啊，尤其是頂排迄喙齒已經攏無了了啊。規個人看起來咧精神狀況嘛真無好，迄個感覺。警察咧就先甲安踏，甲講你毋免煩惱啦，豆啊講，慢慢來，豆啊講，穩是，阮一定會甲你保護，保你安全無義誤，免煩惱。佮經過警察才耐心解問，互清楚，安踏好，互伊即個豆啊冷靜落來了，然後請伊豆啊講，才整理出伊到底佇咧講啥。毋過咧，即個查某人到底講出什麼驚天的秘密？咱攏先暫請按下，時間佫倒退6年，咱來講另外一件代志先。6年前也就是1993年，對象是1999年嘛。過來倒退6年了，1993年的3月5號，迄個時陣佫有國大代表、國大代表，迄個時代吼，因為國大代表楊思琴的阿兄楊思東失蹤。引起了社會議論甲注重，當時警方咧出動真濟人力，
伫咧台北县瑞滨地区，也就是瑞芳的滨海地区，挖海墘的意思啦。这个所在四界憔悴，最后因伫迄个所在密波洞，密波就是蝙蝠，嘛有讲即个，还有一个讲夜婆也可以，毋过咱遮拢讲密波啦。密波较济，密波洞内底找到一卡顶悬写龙凤四大天龙的即个纸箱仔，就火锅料纸箱仔啦。内底有一粒人的头颅，现场还佫留有一双衬拖，一领棉袖，甲一条长裤。头起先的众人就怀疑讲，这粒头是毋是正是失踪的杨树东，也就是国台代表的小弟阿兄吼，国台代表的阿兄本人吼。毋过咧一比对就知影讲，应该毋是吼。啥人咧讲？密波洞内底发现这个物件，咱爱大概来理互清楚吼。讲第一，杨树东失踪，你发现迄粒头其实无偌久。伊拄失踪无偌久就报案啦，就来找嘛。毋过咧，迄粒人头已经烂去，佮变形到看袂出面目啊。安尼日子时间歹对吼，就对无啥会起来，时间对袂起来。第二，伫咧发现即粒人头进前，其实早几工啊，伫咧密波洞附近呢，就有人发现到人体的即个尻川斗的尸块、尸肉，佫有即个，佫早2个月吼，是附近嘛有人发现人的即个大腿的尸肉，有尻川有大腿吼，佫后来佫发现即个头颅吼，前2个发现的时间，其前2件即个时间，杨树东拢佫活咧。所以表示讲这绝对无可能伊的嘛。那这3项物件真有可能是共一个人的嘛。所以照你讲，就甲这人无关系，甲当要找这失踪的人无关系。后来佫经过这个法医有来验尸，验尸了确定讲无啦，无这毋是杨树东的尸体啦。毋过咧。嘛毋知是啥人的嘛，无身份证，无啥，无人知影。变做无头公案。无明死无头公案吼。这时阵警察一般做法就是讲交互葬仪社去处理，当时嘛会另外立案先登记起来，有一寡记录啦，到尾发现的啦，情形3款翕相啦啥，就该落葬就落葬嘛，你总袂使讲永远都甲浸伫遐呢吼。那杨树东失踪的代志，咱先讲到遮，咱继续转来讲开头迄个家人。第4分局报案的查某人，伊所讲的代志，咱后壁就知影讲啥人我会雄揪出来讲杨树东的代志吼。即个共款时间流转吼，咱拄则讲是即个1993年发现杨树东，即个失踪的案件嘛，发生这个案件，伊的前一年是1992年吼。原来即个报案的查某人，拄则讲去家人第4分局报案，即个查某人，伊号做阿兰。即个宜兰的兰花兰，1992年9月1号，迄个阿兰甲男朋友外号咱暂请甲叫做细汉，因为即个其实因为即个判决4顶悬有写着小汉，但小汉即个词因为本名做张小汉，潇洒的潇洒那即个小汉你台语读做张小汉，但是伊有另外记录伊的外号名做小汉，只是咱毋知影讲伊即个小汉伫咧台语是要读做小汉还是读做细汉，然后想讲用即个较冲突的方式啦，我叫做细汉好啊，自此我定定用细汉来呼伊啦吼。伊甲即个男朋友阿兰甲男朋友细汉做伙伫咧家人一间地下1楼，地下室就对啊，开一间火锅店，店名就叫做阿兰火锅店。这间火锅店招牌就是羊肉炉，咱都讲羊肉炉嘛。主要的标志，伊的这个品牌上有名，伊招牌上有名的，就是这个羊肉炉吼。店内冰箱时，佫有请一个换灶开，叫做阿福，阿福啊，安尼。家人甲宜兰共款啊，拢是规年冬天伫落雨的天气，是无吼？像咱今日嘛落雨嘛，本地空气中的湿气就带动，是哦。店佫开伫咧地下室，迄湿气足重的哦。无错吼，迄湿气稳当佫较重嘛。自然伊一寡电器啦、线路啦，都较熬害嘛。所以因拢会固定找一个即个水电师傅来斗修理。即个师傅咧，大家拢叫伊文恩。这两个文恩，
这个文燕接来修理电器久啊吼，嘛变做店内的人客啦。平常时我哪修理闻到你的火锅香味，总来食看卖嘛，对无吼？所以伊就变成伊的人客。敢若像朋友共款啊。嘿，大家都交陪起来嘛吼。不管是嘛，走来12杯啊，食这一定配酒的吼，12杯啊，搁配一点羊肉咯，爽快。这落天尤其10冷冷像家人安尼。2个月后，也就是1992年的11月13，迄天是旧历10月19，拄拄啊好是水电师傅文燕的生日啦，伊旧历生日，文燕心情真好。迄暗时11点钟啊，文燕骑一台奥多拜，先去载因女朋友阿平，阿平是女朋友、女朋友哈，两人来到阿兰火锅店，奥多拜就停伫门外口啦。头家即个细汉吼，就甲伊带小姐妹嘛吼，甲伊带入来内底坐啦。但文燕甲阿平两个人啉酒啦、食火锅啦，足欢喜的，快乐的啊！想袂到伊一直啉到翻钟啊，翻钟就是过12点就做翻钟吼，对，半暝过啊。等于讲伊算计工啊啦，以单时间来讲吼，时间其实已经来到半暝点外所以咧真晚嘛，这连头家都走去困，头家忝嘛，无即摆有些就讲做真早啦，你偌久？有些讲翁仔某人讲，你啷当时偌早哩，偌早，天个半暝啊点外迄个做透早嘛。伊这就是这个头家细汉先去困啊，剩阿兰一人顾店啦。阿平呢，就是这文燕的女朋友阿平，看文燕酒安尼啉吼，拢无得值啦，都无啥欢喜啊。本来是替你庆祝生日是无毋对啦，问题是你安尼啉，毋是办法嘛吼。伊就甲文燕讲，当伤晚啦，我搁无伫厝诶吼，我阿爸会生气。伊就家己一个人嘛，毋管文燕啦，就先坐计程车就走啊。安尼哦，无介欢喜啦，小爽啦。可能嘛无讲较明啦，就是因为无介欢喜啊，因甲你考劝了毋爱听。你毋听，我要先回家我来走啊！吼，即个文燕呢，竟然一个人搁有才调继续啉，一直啉可能平常是真兴啉嘛吼。嘛应该差不多醉啊啦。一直啉到过2点嘛。伊才行出店外，伊毋是要转哦，伊是去敲公共电话要互阿平，因为这是1992年发生的代志嘛，你当就过时较无遐侪手机啊。是公共电话啦。对，伊就敲即个公共电话互阿平，电话讲煞咱毋知讲啥啦，电话讲煞，伊搁翻头要转店内继续啉，啉袂停。即时咧，已经无闲，规工经忝嘛的阿兰，就甲文燕讲：我要困啊，要去困啊啦，叫伊好转啊啦，就甲铁门留落来，店内收咧。阿兰呢，就搁甲即个铁门拖起来，想讲阿兰嘛走啊嘛甲即个铁门拖起来，想要去1楼要摕一薰啊，薰放外口的款放1楼，想袂到一出去。竟然看到文燕还搁伫遐无走毋走呢？像你拄讲，可能醉啊啦。人讲啉酒醉的人啊呐，啉酒醉就这酒壮胆啦。伊就上炉嘛吼，啉酒醉上炉啊，炉场场炉袂。啉酒上大，酒醉上大啦。无毋对啦，讲袂春车啦吼。伊咧还搁伫遐吵讲，我要入去店内继续啉。难道毋肯啊？我拢收甲差不多啊，你是要啉啥？两人为着安尼就来起冤家。文燕一生气，手一塞，煞甲阿兰为1楼车落楼梯落落去到地下1楼的店门口。咱知影讲伊店门口伫咧地下室1楼吼，煞跋落啦。当然这声就真大声嘛。这声咧，煞甲已经伫困的这个细汉吵精神。细汉出来一看。阿兰跋伫咧涂骹，文燕那个伫遐大细声，碎碎心光火倒啊嘛，本来就困无够，你个点火气真大，你哪是安那？要已经几点啊？还佫毋困吼，还佫硬要阮遮啉酒咧乱，伊就甲文燕就嚷起来啊！当然文燕嚷起来就是冤家起来啦，小妹啦。文燕呢，还佫伫遐如讲，是安那要互人去入去啉酒？两人我啉也未煞咧，啉也未煞，两人用嚷的无够，开始就起骹动手，拍结规球。这个细汉一生气，心肝就伫想啊，好啊，你敢伫我店内乱，恁便若无拍互你死，我是要安怎甲人徛起？细汉一决心，为楼梯边举出一支铁棍啊！原来是即个本地福禄间仔内底挂金仔的鸡啊！海去了后先拆落来，放喺边啊！
细汉的甲这个铁棍啊压起来，为文彦的头壳顶大大那个削落。哎呦喂呀！文彦和铁棍啊讲着头，随随昏倒伫涂骹。哦，只是细汉啊无放伊煞，一棍搁一棍，一骹搁一骹，出来削，出来斩，就是要爱伊的命。无好死袂煞你就对啊。是。阿兰看细汉起香港，惊一个想要离开现场，想袂到细汉随随走过来挡，伊徛伫阿兰面头前讲：你要走去倒位？你若敢走出去，我会互你甲伊共款。哎哟！阿兰一听惊甲皮皮喘，无啦，我转房间。阿兰只好乖乖啊行转房间，坐伫咧眠床顶。眠床边啊有一堵屏风。伊偷偷啊透过屏风的空隙，甲看出去，竟然看到细汉甲文彦的尸体拖到灶骹，拿出冰箱时剁羊仔肉的菜刀，一刀扑落，为暗棍甲头剁断，缩落来全身剁做一块一块。才阁甲现场的火热洗清气。伊摕出3卡塑胶粪扫桶，甲一卡即个进前底火膏料的纸箱仔，顶悬还阁写6个大字：龙凤四代天王。会记得无？咱拄仔伫讲杨思东命案失踪的时阵，伫咧密报筒内底找到一个短人头的纸箱仔，顶悬就是写龙凤四代天王，或者是火膏料。纸是客啊。嘿，无毋对当咱代志就斗起来啊！看来密报筒内底迄个无名尸，迄粒人头，正是文彦。镜头一刷，咱阁来到1999年，也就是阿兰报案的迄当时，因为阿兰讲出来的代志是1992年底发生的，但是伊是到1999年才去报案嘛，差不多过我要7年啊吼。警察随就因为听到伊这个报案了咧，去查这个失踪人口的记录，所发生一件代志呢。失踪人口内底无号做文彦的人，真奇怪吼。阿兰讲的凶杀案敢是实情？世上敢真实有文彦这个人？而且是安那佫会出现人肉、羊肉炉这款讲法呢？咱先下串一个。咱咪甲继续回来。哎呦喂！你即马收听的是阿德来开讲的 Podcast 声音节目《台语话故事单元》。在这个单元，你会使听到台湾的民间故事、在地的历史，也有特别的风俗民情、都市传说。我会用台湾的本土语言之一台语来陪伴你做伙熟悉咱家己，也会邀请跟台语创作有关系的创作者来开讲，介绍好的本土语言作品给你，希望你会介意。那安尼，咱就继续听落去。后来，咱进入咱的后半段，咱顶半段有讲起到这个警察伫咧失踪人口内底找无文彦这个人，无错吼。毋过咧，阿兰讲的话内底嘛有真侪线索嘛，警察咧就先去家人去做调查啦。
找原本是阿兰附近即个火锅店迄个所在啦，因为后来佫改成其他的店嘛。迄个所在做吗？后来都无做啊。那后来咧，伊就是警察伫这附近咧开始找这个水电行，去问看卖，逐间去甲探听，总算是互因去问着啊。确实有一个较早伫遮附近做水电的师傅，外号就号做文恩。毋过伊实际正名号做李俊雄。甲文恩这两个字拢无关系。查较济安尼是要安怎找呢？嘿，但是互因去问着啊嘛。无简单哦。警察翻头佫去找失踪人口资料，有啊，确实有李俊雄这个人。事实上呢，这个文恩也就是李俊雄失踪一礼拜了，伊的小弟叫做俊辉，俊辉啊，就伫咧阿兰火锅店头前有找着阿兄的奥多摆啊。安尼毋过咧，因为附近应该拢是店家嘛，大家做生意的所在，嘛毋知影阿兄到底即个俊雄是停车是要去倒位嘛？迄时嘛毋是讲甲即个当共款世界拢念影机你讲我警察叫调一个影片就有啊，无遐济一直到即个2个月了后咧，因阿某咧才去警察局报案。毋过迄时咧，都因为像咱拄仔讲，无即个监视器的问题，无念影机所以案情就停伫咧遐。有一个人失踪找无啥进展，就囥咧。无证据要哪找？嘿，都囥伫遐呢。那既然当有即个阿兰报案的代志，警察咧就赶紧去甲资料调出来比对。伊迄时的验尸的结果，就是讲对即个人头的喙齿来甲看。判断当时的资料有伫讲啦，讲判断应该是即个30-40岁的查甫人。甲即个李俊雄就是文恩，敢若有效后来警方咧甚至去重新开棺验尸、开棺验尸有法度开棺吗？因为因有摕台去啊嘛，台但是骨头袂无去啊，伊无用烧的，用台的。比对即个李俊雄即个人过去，还佫有捌去过即个家人的中家病院，做即个头部头的即个电光片 X 光，捌做过即个物件检查，一比对。果然是迄粒人头，当时是伫咧即个密报洞内底发现的人头，都是文恩伊本人。既然都知影确实是文恩啊，嘛知影讲就是李俊雄即个人。那部分的尸体嘛找着嘛，找着大腿，找着即个伊骹手斗表示讲阿兰确实是无黑白讲。那安尼。阿兰讲细汉拍死文恩了，又佫做出什么代志咧？咱佫来到1992年，就是迄当时的11月14号，即时咧文恩已经是一地一地死吧嘛，后来已经代志发生过啊。迄时细汉甲底人头的纸箱啊，甲底丝袜的塑胶桶啊，先放伫咧浴巾内底，到了早起7点外，规暝毋敢困的阿兰，惊讲爱去补一寡青菜咱暗时做生理爱用啊，无菜啊所以一惊出门咧，随撞去巷仔口找伊朋友开槟榔档的即个朋友做秀美啊，伊就讲秀美啊，细汉太人啊啦，细汉你讲我啊，细汉雄雄出现伫咧阿兰后壁，哎呦呀，阿兰惊一个煞毋敢佫开喙，细汉就甲秀美讲。秀美也歹势啦阮都爱冤家，你嘛知，一无欢喜什么话就撒咧乌白讲，你莫记伫心内啦。阿兰，好来转啊！阿兰毋敢加讲话只好转去，只好乖乖啊对细汉转去。迄天下晡，细汉找因小弟借来一只红色的轎仔，就停伫咧店门口。伊甲放伫浴巾的塑胶桶仔甲纸箱仔搬到车顶，佮叫拄到位准备上班即个阿福斗搬阿福顺喙啦，就讲伊嘛毋知啥物件，顺喙讲这第三遮尔重。即个细汉佫甲骂讲，你管他这要创啥？伊就只好点嘛，就搬煞了去灶骹无用伊家己的代志啊。全然毋知即个所在，才拄几点钟前发生过一件惨案。事实上咧，事发了后隔工，细汉就找机会来甲伊请即个员工阿福冤家对伊无欢喜啦，创啥是安那？
挑工要互即个阿福生气，自动，因为你无理由嘛，自动互死头咯。讲啊，袂瘾做啊，就是为着要互伊离开，甚至有搁较济外人来参揽着即件代志。讲倒来，四肉搬上车了后，细汉甲车驶出去，过一段时间就转来。当然啦，人头甲四肉都互伊处理蛋杀掉啊，就伊讲处理掉嘛。为着要互即个阿兰喙塌起来，伊搁甲阿兰恐吓咯。伊讲，我甲你讲，本人死的时阵，你嘛有在场，你嘛是共犯，你共无？而且拄正我迄条的丝肉外口，我搁用你的袖仔甲包起来。哎呦呀！你若敢去报警，我一定一喙假死讲，你就是做伙台的。当咱是坐共正准啦，你也是较乖的。阿兰互伊一恐吓，说总啊真是毋敢报案啦。听后过一困后，阿兰较冷静一撮了后咧，伊就想咧讲，敢若无啥着咧。迄三骹粪扫桶无大嘛，店内一般用种细开粪扫桶啊，塑胶嘛，袂足大开，搁加一个即个纸箱啊，敢若是无法度抵满一个人的尸体啊。剩的丝肉咧，伊就开嘴甲即个细汉话，细汉讲，会互人认出来部位，我拢迄条啊啦。若较认袂出来的，我就甲剁剁咧，煮成羊肉咯，互人客甲我斗处理啊。咱听一个险要吐出来，煞嘛毋敢搁加讲啥。这人实在伤变态啊！就安尼，阿兰规工提心吊胆过日子，逐日半暝梦惊醒。若良心会不安，时常搁会梦着文烟来托梦啊。就梦着讲这啊，我足寒啊，足可怕。搁较害是细汉个性残吼，伊一无欢喜，毋是争就是斩，搁会摕偏执，甲阿兰的喙齿一起一起踹落来。伊顶摆的喙齿都是安尼无去的。上落尾有够残忍嘛！上落尾咧，阿兰实在是挡袂牢啊！才会伫咧我要7年后吼。逐日都受到即款的即个摧残，有影是恶梦，若有良心不安，而且随时阁有性命的危险。伊既然有法度安尼遮酷刑、遮残忍来害死文烟，打一天我若惹伊无欢喜，是毋是我嘛甲伊共款？毋才会伫咧7年后，我要7年后来偷走出来报案。这7年足歹过。我想。除了是因为着良心不安以外，可能嘛是感觉讲，家己总有一天会互细汉刣死，就算无刣死嘛，能治死啊。嘛日子嘛歹过啦。人的喙齿，互人用片一起安尼硬踹落来。其实警方咧，甲细汉抓来问话的时咧，伊是拢无承认哦。其实是无承认的，伊搁我承认讲。我进前确实是甲阿兰做伙开火锅店，伊确实有讲即件代志，这大家拢看知影嘛，这袂骗你。嘛甲阿兰斗阵过，这嘛无毋对。毋过阿兰因为我都进前会动手拍人啦，所以就较无好，才离家出走。就安尼讲了再个因为安尼，因为对我有怨恨，对我有扣分，所以才来甲我陷害啦。讲我嘛足有理的呢。搁较免讲什么人肉、羊肉。我是一概不知情哦。事实上咧，根据检察官去案发现场去检验，确实是已经验无血液的反应啊！本地久哪有可能？本地伊伫咧灶骹伫咧疫情啊，伫处理在尸体嘛，一块一块甲剁落来安尼吼。毋过咧，像你讲诶，迄时已经离案发过差不多7年较加啊吼。迄个所在咧嘛换过无共人经营啊，什么美容院啦、减肥中心啦，所以咧即个定定嘛，涂骹爱定定爱洗啦、爱冲啦吼。所以即点咧，法院的判断是讲，这无法度当做你无罪的证明。你袂使讲验无血迹，因为其他证据就有嘛，包含讲。阿兰即个人证，包含讲进前的灶骹做事的阿福，去找着伊，伊咪讲迄讲确实有一工伊叫我甲斗搬物件，
确实有即件代志，虽然讲伊毋知影内底搬啥，但是有即个代志嘛，表示讲阿兰无有人证物证，物证无确定是伊做的，但是人证真济嘛，所以即点咧证据有啦，无毋对吼，还有像巷仔口槟榔档的即个秀美嘛讲。有啦，就迄讲确实，你用讲哦，我确实想起来有即个代志吼，就即个阿兰呐，我先讲姊妹啊，吼，像有一工透早走来我讲什么细汉台人嘛，但是平常时翁仔某啦，嘛无讲阿妈，就男女朋友啦，较袂着就咧冤家吼，吵吵闹闹嘛，毋是头一届啊啦，所以讲嘛无去遐注意，想讲因着对应该就无代志啊，床头拍床尾和嘛，煞知影原来后壁佫有遮个代志，确实。有听讲啦，走去巷仔口找伊要讨救兵即件代志，佫有文恩的阿某吼，又去报案嘛，确实有即人失踪，佫有发现即个尸肉的所在，甲迄个龙凤四大天王的纸箱啊，讲甲清清楚楚对当，甚至讲文恩甲阿兰拢有去做即个测谎，我暂且是用伊的汉字叫读测谎。好，测谎因为有即个机器嘛，测你讲有讲白菜啦，伊会问问题嘛，你就讲你就讲有，或者是无安尼。阿兰大部分的试验拢有通过，但是细汉的大部分试验拢无通过。机器的意思是讲你讲白菜，那当然讲实在，即个物件小可有较基本，就是讲测谎或者讲试验即个方式吼，伫咧发现到底有认还是无认，因为这有当时毋是讲100%的物件，所以发现有当时会无认，但是有当时伊佫会有认哦。虽然讲一直有即个声出来讲希望甲即个物件写入去法律内底，就是讲测谎或者测谎即个机器的试验的，袂使当作证据一款，袂使甲当作证据啦。毋过目前实务就我知影的部分，实务其实是有差别啦。看个案来定法院会根据你提出来个案，比如讲即个物件都已经逐项都对当，差这一项只是加几分啊尔，这会使放入去。当然若因为差这项就要规个变盘，这可能考虑着较慎重。我讲这可能个慎重，还看外口有其他的证据无袂使干那看这安尼。目前伫咧法律上是安尼啦，即个细汉伊都无通过嘛。佫有拄仔咱讲的遮侪证据啊、认证啦啥，虽然讲无法度伫咧即个较早的火锅店即个所在找着即个有血迹，无找着血迹，嘛无法度讲伫咧尸体身上咧找着讲即个细汉留下任何证据包含讲伊的可能手指头的即个纹路啦，是伊的即个无的物件，毋知影指纹啦啥，一定拢无法度啦，因为时间太久啊嘛。无错所以无法度。毋过咧，在法院也是认定讲伊就是凶手。最后判决无期徒刑，关一世人。但你也知影，台湾的法律毋是真正关一世人。是啦，有些会假释啊。基本上你若无期徒刑，要假释爱25年。以当的法律其实都有个改过目前是25年啦。我印象当中是安尼。那最后咧，想要甲大家补充一件代志细汉本名张小汉。伫咧2015年已经假释出狱啊！自此行踪都无人知影。不明。这就是咱今日的故事，人肉羊肉炉，因为伊无承认这件代志。安尼你佫敢吃羊肉？我去看过伊的判决书，我当讲的案情9成9拢是出自法律的法院的即个判决书是正式事实，毋是咱家己加油添醋。敢若讲话的方式，为着即个戏剧的需要我为着模仿讲话，所以我会家己个性用较清楚、较明显。毋过规个过程是完全写伫咧判决书内底，这就是法院的认定。听友会当去查。毋过爱甲大家提醒，就是讲法院其实无写着讲
即个羊肉炉内底有丝肉即件代志，这是听讲阿兰有讲出即件代志，毋过第一是拄仔咱讲细汉完全无承认第二是因为无证据，所以这方面呢无伫咧法院的判决内底，因为时间过太久，无直接的证据，因的判断是讲法律的判断，法院的判断是讲伊有杀人，伊有分尸，伊有甲尸体弹掉，但是伊有甲剩的尸体放入去羊肉炉内底，互大家食无？这无人知影。不过阿兰讲有，伊讲无。是啦，都虽然讲虽然话，因为无证据嘛。毋知大家今日听煞即集了后，会想要去食羊肉炉无？因为讲我你写即篇的稿的时阵，我写到一半人真正是无介爽快，因为一字我爱看判决书，我爱看新闻，你就知影新闻拢会写较重，那判决书当然是无写较重，毋过因为真正是一个真粗残的凶杀案的事件，所以我伫写的时阵，其实人是愈写愈无爽快，愈无力。一直伫写这头读落，而且因为你听到的版本，老实讲，大家我毋知大家知影无吼，就是你听到的版本一般是无音效的，会较轻一丝啦。但是事实上，大家听到像即款刑事案件，我一般拢会加音效落去，增加即个效果。所以咱听友听到的是搁较重的，即个口味搁较重的，较重咸一寡。无啦，人伊讲做无，迄落讲无啦，咱就羊肉炉你要吃嘛，莫甲想啦。因为可能大家听到的时阵。因为即集大家听到时阵，照你讲韩流，还佫伫可能寒，大家想要去食羊肉炉啦，食火锅啦，看火锅料啦，吼。你若看即个龙凤四大天王档，佫有哦，吼，这火锅料，龙凤牌是真有名，龙凤四大天王是真有名的火锅料，所以大家有在即个火锅料啦，羊肉炉啦，食的。阮是讲故事吼，绝对无要讲损害哦，吼。毋过因为即个判决书顶悬连遮拢有写出来，我是因为伊有写，我刚讲出来，那这是新闻我都袂讲。是啦，人这种清清楚楚写出来，那大部分的人名咧，迄个字拢真正是。所以你袂去互告啦？袂，我嘛毋知啥物甲我告。即个字真正拢是即个因本人的字，只是讲大部分人的人名，我无甲全部讲出来吼，尤其在世吼，就即个还佫在先像即个阿兰啦、秀美啦，佫有其他人，我无甲阿福啦，拢有本名。但是我拢无甲讲出来，除了就是因为即个张韶涵本地就一直大出现伫咧判决书顶悬，那当伊名就有名啦，你小我一查都有啊啦，这我所以我都这毋是阮家己号的啦，我就叫他吼，就是会记哩哦，这毋是阮家己号伊的名哦，大家知影这是事实的事件，也就是讲当初是可能真正有人伫食羊肉炉的时阵。即个口感敢若较 Q 一寡，还是较肥一寡，还是安那？可能你食着诶。袂啦，你莫安尼讲迄囝。我嘛毋知是啥。因为太久诶代志啊啦吼，所以大家安心啦。只是爱甲大家讲即件代志。大家安心。历史是会重演的，无啦，甲大家小许惊一个啦吼，天气寒，大家搁较寒一丝啦，心寒一个，毋知大家想要去食羊肉炉无啦？即个寒天的时阵上适合食火锅食羊肉炉啊，这是烧酒搁啉一杯安尼。你听煞即集的即个社会事件吼，现在地水经，你家己感受啥款？你听的当中吼，实在是无啥爽快啦吼。你是无音效的版本啊，个无爽快。无啥爽快啦吼，啉者较好啦。啉酒可以，但是咱若要叫你食羊肉炉，可能无才调。无啦，本钱我都毋甲即拢无关。你闪过，嘿，我闪过，因为可能去食着。无啦，因为我无禁忌，但是我惊迄个味啦。有的人无介意一个馅，羊肉啦、牛肉啦吼，有的人无介意迄个馅。检说吼，
减食人真侪，因为牛肉甲羊肉吼，若要请我，咱遮拢省起来，拢免拢减开钱。你减食人真侪，减食，不是减食人真侪，你已经是减食人真侪，你未食着人肉。是啦是啦是啦。这个故事吼，大家嘛袂使讲参考啦，毋通模仿。罔听啦吼，只是讲希望吼，大家了解讲，过去台湾发生过什么代志吼，那用台语的方式来讲一个刑事案件，这事件这是真实的事件啦，无毋对，新闻拢查会到。这个密报档甲当还佫是一个观光景点，我都毋知大家入去的时阵是什么感觉吼。大家有机会再去看卖，去这个密报档伫咧水滨地区吼，你去查者就有啊。水滨啊，迄个水丰最近阵仔就是迄个唱片业毋是片仔断嘛，变成新闻嘛，到尾仔都即个，迄就属于水丰。是吼，迄个长期迄个片咧。片到那个海底啊，伊本来就徛伫海边人阮有去摸着呢。你有去迄个翕相过哦。伊当讲变成什么？无片啊，变成一个啥？或者啥？树豚哦，变成一款即个，我毋知树豚，台语嘛会使甲好一个，我袂记叫做啥。真是真水。变外形真像另外一款动物啦。确实是真水啦，阮那样阵去真侪年啊。这自然的即个造景，这天然造成的。阮去的时吼。袂围马啊吼，有迄个拉线。迄时阵无甲阮去的时袂知，所以讲阮有够好去的啦。对啦，毋过安全要注意。当然咯。当变成其他造型，大家嘛又搁走去看吼，注意安全。我讲毋知那人有去哩哦。我建议大家尽量莫去哩啦。啦，毋当啦。对，有一件代志，最后代志爱甲大家即个广告一条说袂记你讲吼，就是说落来，因为即个阿迪有较无用的时阵，拄好拄着咱之前嘛讲过，若拄着即个什么国定假日啦、大节日啦、年假啦，原则上咱本地就会休困。今年较小可特别一煞吼，就是即个阿迪有真侪重要的代志爱处理，真侪即个爱发落的代志，所以咱会占一个即集，也就是人肉羊肉炉结束了后，人肉羊肉炉，人简称叫做人肉炉。人肉羊肉炉结束了后咧，希望第这间结束了。2月份，即规个2月吼，新历的2月份，新历2月份，也就是拄好拄着过年即个月，即个月我会暂时休困即个月吼，所以即个月逐个是袂听着，袂听着即个阿弟来开讲的节目吼，袂听着台语话故事，毋过会有即个海伫遮啦，就是阳光的节目吼，因为我去甲内克的节目吼，阮有固定伫合作。共款逐礼拜一会出，这是因为咱会先录好，因为咱大家知影讲，我大概做一集这，咱家己节目实在爱费足侪时间，爱开少侪时间。这纯属甲大家分享就定真侪人伫讲开即个字吼，其实是用咧钱啦，开钱，时间一般是费足侪时间吼，了足侪时间较侪，开是较后来咱的讲法其实较毋是遮正式，毋过。有一个想法嘛，互大家做参考。咱有一句话叫做 "Time is money"， 时间就是金钱。所以咱常常来讲，你用时间去换钱，用钱去换时间。虽然比如讲我钱开落，我到这个时间清闲，我换到这个时间。所以你讲时间会使开无？以现代的观念，过去可能袂使吼，但是以现代观念，我讲开时间，敢若嘛无遐毋对这互大家做参考啦。对我尽量会用费时间来了时间来讲啦。讲即个开，毋过阮敢若真古早印象中，阮就讲你足开时间的啦。对，这真早都有这个观念啦。真接即个事，我想真侪所在拢会安尼讲啦，只是讲因为咱重新伫学习母语啊，台语时，咱会想要去了解伊的理路，啥会变成安尼，就是讲即个事敢无合理。比如讲，咱定定讲无妈无爸即个代志吼，比如我家己的概念就是讲，你要安怎讲，我无管你，我家己尽量要求我互你的，尤其咱对家己有一寡责任，就是我互你的物件，我希望尽量是较。管讲较端点，或者是较莫讲正统，就是上无你
提出去讲，虽然袂甲你讲你足奇怪，除了宜兰 Q 以外，宜兰 Q 大家就是爱关系，我就是要甲即个物件继续推落嘛吼，但是就是安尼，那互大家做参考啦。咱吼，意思来讲了时间是互做较有讲白了工哦，咱开时间各有一所分别哦，是讲因为遐负面，无一定遐负面是因为我开时间就是讲我开足一时间去做即件代志，但是了时间是比较有做白了工，但是咱会讲有分咯。比如讲，若我要讲，我可能会讲，我做一集是其实是足费工哦，费工可以，刚好时间意思，所以因为工甲费工可能还佫合作伙，但是时间单已经较跳线，所以摕来用开其实嘛无毋对哦，所以若讲了又佫无共款哦，了较负面咯，确实吼，所以只是讲时间因为是无定着的物件，所以会用了会用费吼，咱大家罔做参考啦，你要开嘛无问题，吼，只是讲我家己的惯势，我当然尽量会互你听到的是较费工，较费时间，开时间两个较合，你若讲了。就是讲，迄做白了工的啦，白了工嘛，即个意思啦，因为了较有即个较负面一寡感觉，了钱了工，所以嘛是有差别咯。了钱甲开钱都无共款嘛，即互大家罔参考啦。开钱是我开了欢喜咧，了钱可能都无介欢喜。不是，了钱我都袂爽。不用投资了钱，是咯，投资都无说开钱咯。是咯，是咯。我共款啦，拢互大家做参考一下安尼吼，所以简单讲就是。2月阮会歇困，但是伫咧阳光的节目海伫遮啦，因为伊无 podcast 啦，咱听伊话人较袂关系。毋过我共款逐集闹出来，我会到宣传放伫 Facebook 顶悬，你共款使找即个亚特聊天，我拢会有甲即个网连开顶悬，连接放顶悬吼，你会使去入来听。你会当听着阿德的声，阿少人休困，还有无共款的故事，互少人知嘛？当啊，即个歇困一个月啊吼。那原则上若无意外，应该是3月就会继续开始啊啦吼，第2月先歇困一个，但是因为电讲逐礼拜大家嘛是还佫聽得到阮的聲，聽到阿德講的故事，或者甲別人合作安尼。啊，你若有思念，嘛當回頭去甲看，去甲聽。是吼，會使翻頭去聽，無聽過，或者是即個少年說紅字的聲，翻頭去吹，老話甲伊講，甲我講，攏會使講，阮少年說紅字的聲，無說紅字，阮是無愛聽吼嘛，攏可以。啊，這就是大家家己去發揮啦。那今日時間嘛，差不多啊。隨意哈，無錯，隨意啦哈。那毋知影大家對這集的內容有什麼可能想法咧？這一集你聽了，若是有介意，或者是什麼款的指教甲建議，攏歡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erbox、Firstory，或者是 YouTube 留話互我。若是你收聽平台是 Apple Podcast、Spotify、Mixerbox 嘛，希望你使留下個粒星分數，或者個鼓勵甲支持。Facebook 嘅 Instagram 找出亞特聊聊天，你嘛會使看到較濟節目內容嘅補充。啊，拄則咱講嘅 Threads 隨你嘛是會使找到，共款找即個找出即個亞特聊聊天，共款找有。那即頂懸廢話較濟啦，頂懸較無正經嘅內容吼。若是即個朋友意力願意一杯咖啡、一包南澳糖嘅錢來鼓勵阮做更較濟創作，嘛會使點下小腦的說明區嘅贊助連結網連啊。叫護士隨意生意食水天，南山表示意大別的我嘛介意，毋管這少攏感謝你嘅支持。福金會員最近可能時間多含來會拄好，可能我會個。出2-3篇啊，即個底片像真正即個豬頭皮甲豬血過的即款的即個，算講是朗讀啦。我寫的文章的朗讀，互大家做參考。啊，這都會有加即個正台文字，台文的正字，互大家去比對。目前咱家己其他內容是無提供啦，就只有即個福金會員有即個底片的，我較好處理啦，因為我閣整理過，所以就趕快互大家做參考。你有話要講？來，我即馬先甲咱親愛的聽友先拜一個早年，對啦，你無講我煞袂記，你講一直講啦，煞袂記你講咱的下過即個新的一年。過來就2月初9就迄個圍爐暝嘛，哈，29暝。咱即馬只先甲大家聽友，親愛的聽友，甲你講一個新年快樂，大家平安順遂。新年恭喜，大家平安順遂，大賺錢。是毋是愛來一寡即個吉祥話，一個好聽的話咧？我是愛臨時講安尼，我無準備四句連咧，四句連來講咧。我咧想，無要緊啦，咱老太即個有機會我再來放佇網絡頂啊，凡說放佇咧 Threads，就是隨頂懸，因為有錄音的功能吼，然後想到再來用。好啦，咱就先到這咯，祝大家先祝大家新年快樂。新年快樂哈！因為要講一個吉祥話，我嘛愛小考慮小想一個啊。
即嘛是龙嘛，对龙年要对对，讲啥？飞龙在天，哦，好，真好不好，好？金龙耀星，吼，对对，拢会使啦。咱今日就就食咯安尼哦，祝福吼，大家即个围炉食羊肉咯，好，拜拜，拜拜，大家快乐拜哦，拜。拜。特别感谢时间，特别感谢教父甜苗乡福金方案的赞助者 Moonwork、免访、瑞奇、永川、阿里高瓦，还有所有赞助支持这个频道的听友，有恁实际支持，是阮搁较有信心行落去的动力。